说看到他我就有一点小害羞，因为他是我的粉丝。听说你还要去，他是你的粉丝，对，还是你是他的粉丝？因为他今天来，所以我来主持。哇塞，应该是你是他的粉丝吧？不是，他是你的粉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有点紧张。现场你看看，哇，已经这么多，来亮出你们的 是谁？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人老中青幼都喜欢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他认识很久了，真的。他还不是这个金曲歌王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认识他了。哦，对，我以前跟瓜哥有主持一个《明日之星》的节目，是的，他就是真的，他过关斩将啊，轻而易举，几乎是没有敌手。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 nice。他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子，他的个性很好，对，他的小朋友我觉得真的是，爸爸妈妈教的非常棒，难怪大家都这么爱他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亲和力很高，大家知道是谁了？大声说出来是谁？不够大声，再一声！让我们以最热掌声欢迎许富凯！谢谢钟哥，谢谢漂亮姐姐，富强雄青太港后。许富凯，全场尖叫声在哪里？耶！嗨，旁边的朋友，手手借我吧。虽然抱你抱甲安安安，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。莫问敢是有人，有人讲我失恋。无爱无负无怨恨，虽然情嘛拖甲这凄惨，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，我嘛永远唔惊人情冷暖，阮的双手有离开。会唱吗？人在你的身边，也予人知影。是讲着自泪跳恰恰，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忙，轻松松，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把你的手中的手机的手电筒打开，好不好？OK。手电筒起来，该泡开，给它打开。对 ，Hello。是要抱你抱甲安安安，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。咱两人是有人，有人予我失恋，无爱无负无怨叹。虽然情嘛拖甲这凄惨。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，我嘛犹原唔惊人情冷暖，阮的双手有离开。人在你的身边，也予人知影，是讲着自泪跳恰恰。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忙，轻松松，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站在你的身边，也予人知影，是讲着自泪跳恰恰。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看你们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大家晚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
你们是刚刚才存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照片不能删哦，不要拿去辟邪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。啊，非常的开心来到了湖口，见到大家，然后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耶！然后我想要一张抽奖券，因为我也想要摩托车。哇塞，1、2、3、5台5台哎，对啊，是不是给我们湖口乡长热情的掌声一下？对，那个我要一张抽奖券哦，待会写我的名字 ，OK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，我希望大家跟我比一个动作，好不好？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想要那个事业顺利啊，学业进步，我们就靠这一首歌了。来，我们全场比一个爱心，好不好？耶，谢谢，全场一起。对，好，那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嘴巴跟我唱2个字，宝贝。好，听一下，1、2、3。好，加手势，1、2、3。很棒，再来这一首《迷就回送给你们，谢谢。给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掌声一下，很辛苦。阵阵风吹啊吹来南无啊寒，不知影阮的伊敢有加他啥？今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不过是三更半暝的暗暝。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过牛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来唱一啊！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这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全场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。给自己掌声加尖叫声，耶！还有2次机会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好想要吃臭豆腐哦。如果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过牛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谢谢我的粉丝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规暝。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这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
是我最爱的。谢谢你们，李秀慧，谢谢。OK。哇，我觉得湖口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。你看这个，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这么大的夜市了。我好喜欢去逛夜市，然后也很喜欢吃臭豆腐、烤玉米、热狗，每一家我都想吃。对，那就不方便过去，所以我先用念的哈。炭烤臭豆腐、小胖炭烤玉米、酱烧臭豆腐、现炸热狗。你买给我，不要花钱。我在减肥。你那个照片是我好几年前的照片了。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一首，过中秋节或是过任何节日，你都会想到家里。那我希望呢，接下来这一首歌，想要借由这一首歌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是在外面工作的朋友、读书的朋友、离乡背井的朋友，可以的话，每一天都打一通电话回去给自己的家人，跟自己的家人好好的聊个天，然后想要回家。就马上去买车票回家，跟家人一起好好的聚个餐，然后或者是过中秋节。这一首歌呢是最近我帮一个电影唱的主题曲，我和我的赛车老爸的主题曲，叫做《南风》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手电筒能把它打开，用你们的手电筒来陪伴我的歌声，谢谢。好漂亮，好漂亮。用西帕回来豆豆仔滚，爱滚予因相思才找袂到，有熟悉的芳开，有甜蜜的温存。豆汤，有遐多记忆去误会，是啥物念伫离乡的少年家？是妈妈讲的话，是爸爸讲的话，藏在心底。了解阮的苦衷，如今家乡已经变做他乡。望人身体健康，期待搁再相逢，敢会当原谅少年时的懵懂，受尽风霜，追求我的理想，原来思乡。也是一种力量，不惊历尽沧桑，时间莫遐尼长，搁予我看到你面上的笑容，同齐找南风。心事一点一点，像海浮浮沉沉跳落人生，夜头看明月光，吃一碗红豆汤，嘴甜甜，心头哪会酸酸酸？阵阵南风，了解阮的苦衷，如今家乡已经变做他乡。望人身体健康，期待搁再相逢，敢会当原谅少年时的懵懂，受
下着，行得真匆匆，时间莫再延续，搁予我看着悲伤的笑容，袂搁再孤单。谢谢，然后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我跟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团合作的歌曲。那这一首歌，也收录在我2018年的专辑里面。那我们再制版就是《野行兵第58郎2023》，最后送给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今天天气非常热，要记得多喝水，谢谢。好了，不要激动，冷静。带来这首什么？谢谢，我知道。好，我刚刚去喝很多水，谢谢你们。带来这一首《野行兵1.58郎2023》，送给你们。全场的尖叫声再给我一次好吗？1、2、3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我你爱报讯，相相惜惜。一条我的歌词，几分想你，不知影是伤心，也是酒醉。怎样我的心思离袂开你？你的几段感情来来去去，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，哪无爱哪通讲出嘴，因为相信的人就会受认真。血肉果汁机。心酸的好我，忍受的讲伊讲，忍受的笑伊讲，我无水过来一杯完全无人陪，去看缘分的景象，一段心酸拢为啥？我无的一张梦，我无的一张空，伊无我你的身边，一定有别人。送给现场虎口所有朋友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尖叫声！哇！
凯，哇，曲风又更上一层楼啊！是哇，这个曲风，我觉得我醉了耶！你醉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喝酒我就醉了。听他的歌声就会醉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哇，他的果然是金曲歌王，而且他的曲风很多样化，前面听起来很舒服，后面哇不得了，很嗨啊！很嗨。对呀对呀对呀。这里自己制作的。啊，对，重新再制。哇，哎，可见他是一个很求新求变的歌手。是，来，我们赶快把握时间，我们徐富凯也要跟胡凯先来一个大合照。大合照，来，谢谢。来，把你们的 LED 的看板来拿高，来拿高。后面的朋友，来把你们的手机的灯光打亮，好不好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哦！来，你们两位不跟我一起吗？你要 solo 啦，对对对。你要 solo 我等一下这个帮娟姐安排一下。OK，你先。怎么好意思？来，后面的朋友手举起来。哇哦！来 LED 的看板拿高一点，而且他的歌迷都还有他们的名字，静茹，还有秦仙，来，我们一起，孟君，哇，谢谢。谢谢。再次谢谢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，谢谢富凯，谢谢。哎，看。真的是，我每次听许富凯的歌都觉得很棒，是，因为真的是他都很用心的演唱。对，而且呢，他真的很有礼貌，而且。